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今日的节目要对台中水神堂事件来探讨古迹保存，还有带人看一场书记摄影展，特别面对一对后生公婆回到家乡，农会上爱做沙期演出。上正20几日半夜，台中市南屯区嘅水神堂本人提示破坏下的，本人讲系文化界嘅太普事件，农一代马上喺本人公告咗视听古迹的帮人落伍，为拄到安尼嘅事情呢？面对都市开发，古迹安用嚟保存下去，要安用嚟保存，那唔会抢起一只空壳嘅呢？陈居民齐比文嘅整理报道。一块帮人落伍水神堂的怪树，就停伫落伍面前，要做紧急的变速和保存工作。工人在前头一台大怪树驶出来。9月20大作，台中市cham町古迹南屯区水神堂。有人使怪树落击破坏的门楼、摆田，然后精神部分。被破坏，这样情绪会好吗？那是心痛啊！一个门楼呢，你看柱子都还在哈，弄掉之后弄倒，然后开进来开，你看到了吗？就把这个围墙弄，那围墙本来是好好，就像这边，两边是对称的，一就弄倒之后，这就是破坏人了。一台本人投资的怪树，本来就为伫水神堂所采的天单元次班重挖起度来做工厂。怪树主人讲，试太怪树唔难，不过要做得来做实，还需要一些的技术。你若要使行哦，你若像恁查甫甲恁讲，恁就要使行啦。但是嘛要做工课，就不一定会晓啦，安尼啦。哦，了解。这个是有技术性的嘛。本人调试来破坏水神堂的王屋后台子孙，其实无意外。做啲9月初的古迹生意非常好，做设计也表示，水神堂做workshop计划透露，希望指定做古迹可能会引起天单元重挖费的不满。我开会一直讲啊，我都有记录啊，我看那里都有记录，但是会议记录了哦，我一直强调这一点，他们也不是说不知道，但当然啦，讲起来都是有一些不晓得他会用这样的方式破坏了。讲起来有一些大意。反对保留！反对保留！虽然一下也无办法确定明年系破坏者，伊当然还系讲系重挖费。中港水神堂古迹生意现场非卡嘅时节，就需要30人嘅重挖期嘅梯主到现场来拍布条抗议。迄是为着阮家己权利，因为阮拢地主，对无？你即马讲这话哪对？因为这间厝吼，如果若有个价值，民主时代正常。如果这间厝若有个价值，阮家己社区，阮就会去争取啊，唔免讲调到外人来甲阮争取啦。这内底已经破烂不堪啦吼，已经无什么价值啦。不过，整体保存的上动态，本台中市政府伫7月开始抽水神堂来做古迹生意。经过2个月的生意，还付唔出公告做视听古迹，水神堂做本人破坏，本国界都吓到。有人还讲系文化界的太普事件。这文化资产保护法的规定，水神堂此古迹生意其实虽系cham町古迹，也就像古迹样的破坏古迹，违法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拘役也系可也系并科20万到100万元的罚金。虽然它是市定古迹，不是国定古迹，但直接对古迹下手，这是过去从来几乎是没有发生过。所以这次如何处理，如何根据这个法令，然后就其刑责，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。这刑责包括有期徒刑的部分，包括赔偿的部分。水神堂本人破坏，重挖费变作大家批评的对象。台中市政府也不得不要求，同水神堂事件
就从台县安来拍，破案前添单元重划无限期的停工。重划非常大条的表示，希望市政府积极破案，来灭清楚责任。所以我们今天已经采取了一个很断然的措施，那么要求重划会从即日开始无限期停工，邀请专家学者进来，如何能够让这个瑞成堂能够来恢复。不过，古迹就算恢复的，也无天作喺本地的样嘅。蔡体文史工作者用2年前的张庆贤唐诗帖做例嘅，最喺台中市政府放映，在本破坏古迹的情景竟发生。一个家里面，一个古迹里面，一个窗户破了，主管人员、维护人员不去重视它，就会让成引发其他的宵小继续打破窗户，最后干脆把整个古迹干掉。谁要去解决零破窗的状态？所以最重要还是市政府。所以，如果台中市政府对于瑞成堂的处置很清楚，就是如果没有抓出凶手，然后没有把瑞成堂复原，你这个开发案就永远不要动。这种情况之下，自然大家就知道要尊重古迹。为唔尊重古迹，公拍嘅就係看你到位開發利益，超過嘅文化認識同認同。將老水神堂向下做古蹟承認嘅污染切開結，也因為差不嘅開發嘅想法，面臨保存嘅危機。其實它面臨的就是土地所權轉移，部分的地主他希望開發，可是這麼經典的這種巴洛克式的建築，而且在後面這邊，我們當地人俗稱它是一個紅樓，很特別的這樣的古建築。其實它現在變成暫定古蹟，某種層面上，它見證日治時期到現在的一個風華史。七鬼居它那個地方沒有土地，沒有重劃，沒有區段徵收，所以目前就是說地主他希望就是，既然你指定的古蹟，那希望他能夠，土地能夠以地換地，好。然後問題是目前法令上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規定。我們對於傳統建築的智慧呢，一直沒有好好去重新了解，所以就會沒有去想到說這個的重要性，然後就沒有人住，然後它整個開始在推起了，就把它拆了。做嘛一切都要俾人拆嘅，文化局就出面嚟承認古蹟咯。其實早啲92年，全國就設嚟做全面性嘅歷史建築嘅普查。不過嗰陣時，水神堂三冇啲名單度，文化局也冇復查。文建會在差不多約在10來年前有做過各個縣市的這種歷史性建築的普查，但是這個各縣市文化局普查完之後，我想大概部分都是存檔，而不會主動積極的去有所作為，不管是做古蹟的指定，或者是鼓勵歷史建築的登錄，或者是聚落保存。因為那時候是委託，其實我們做普查都是委託專家學者去做的。然後就是那一次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是剛好把瑞成堂漏掉，所以才會演變成今天這樣的一個比較麻煩難處理的一個情況。就算水神堂嗰陣時要普查到，不過認證嗰陣時文化局冇做進一步嘅承認，也係指定古蹟。故所照法律都市計劃嘅開發劃天，也冇天作會散開。台中市遇到都市計劃或者是有一些道路設施的時候，都會行文給文化局，意思說，請問這一塊區域裡面有沒有具有法定的文化資產？文化局就把當時92年所調查資料調出來看一看，沒有。為什麼沒有？我只有把它調查完畢，我並沒有去指定公告啊。無論係開發時節嘅都市計劃，也係環境影響評估，有法律強制保護嘅古蹟，讓增強參考嘅價值。將係歷史建築，也係唔低嘅路建築，啲相關嘅審查會議度根本冇列做評估，甚至文化單位也冇發言權。在做各種開發案的時候的環境影響評估裡面，它雖然會有一項呢會去說要去查有沒有古蹟。但是古蹟已經是法定的文化資產，那本來就是不能動的。真正環評要去查的是具有這種文化資產潛在價值的這種老建物。
但是这个没有列入现有整个这个环境影响评估的范围之内。很多我们一直在抢救。如果当时候在都市计划有一些文史背景的文化局有当然代表在里面，我相信会减少后续的抢救思维的行动。在这个过程能够文化先行，能够把我们重要的文化资产融入都市计划，我相信除了能够减少将来的抢救之外，这个开发单元绝对会异于别的开发的单位，它会更有在地的价值呈现出来。无论迄个路屋都无人整理，无论係切葵葉，也係水成托，其實很久以來都無人吃。一當日本人講係當我做無價值，一無人為從事。當地嘅族從補貼嘅起到電力嘅南屯客家起到水袋沙區，雖然大部分嘅屋嘅係大門傳地嘅，不過現陣還有部分嘅居民係啲呀，半夜嘅裝頭有嘅人氣，路屋也做得維持下去。我整理个更在，这还多挂AV 机啊，这里。留在这里的就是现在一般来讲是比较务实的，就是它还有几甲的土地在耕种啊。好像刚才你们看到那个我们那个刘先生他们一个兄弟都现在还有1甲多的土地啊，他们都是比较墨守成规哈，在照顾这一块土地啊，他们就是。把这个家视为他们那个一个那个生活的共同体啊。信仰中心是在那个神祭堂，所以同学你们利用时间也可以来看一下传统的那祭典。長期推動水袋市立保存運動嘅沙期工作者，最認為無論係市立歷史建築，亦係古蹟，應該要民眾嘅參與，才會有生命力。透過公民的參與，把很多古蹟它背後的文化意義，在這樣的歷程就一直教育或者宣達給我們的公民，公民有參與，將來古蹟修復完的當下，絕對是更有魅力。所以房子有沒有人住是非常重要的。一方面是房子有人住才會保存得好，你每天打開窗戶讓它通風，而不會有濕氣在裡面去讓那些木材腐朽等等，那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們現在在講這種古蹟保存，很重要是要讓人可以在裡面活下去。5支看對，嘛定老家的做工作嘛，你的後代孫，老家的子孫吼，第9月初9甲眾祖先參拜1拜。當年叫重陽，係水袋市立嘅阿公婆節，營業係啲老輩嘅上流嘅家族成業，都會轉來拜阿公婆。同時會有來自各地嘅朋友，也係後生嘅學生嘅來水袋了。沙期工作者也會利用下時節，帶大家來重新認識水袋，認識正品種。它大量用所謂的壓艙石、花崗岩，在整個大南屯應該是絕無僅有的一個宅院。來，同學記得走，買完要往這邊走。順等水質，天天行啲彎彎彎彎的西路，行過散步啲正品種幾百年的老虎房老田橋，行下特別帶大家話本必來去豐收縣的水神堂順巷，見證台中市聽古蹟本應沒廢鐵的歷史。我們在土地開發的這個過程跟文化資產的守護，有部分的人員是採取對立的立場，然後在我們比較關懷鄉土文化，希望在地文化永續的這個面向上，其實我們是希望創造素影，可是很可惜，部分人員不認同的狀況下，他是採取把它破壞的動作。常用講嘅無天作做得本人了解，水袋市立一整理嘅部分嘅閒置空間，隨同自然家屋嘅計劃，本外天然做得喺啲老屋度，設置了天一傳統空間嘅生活情景。同學，等滾之後滾之後用這個，可以騰那個板，所以這個動作就是站征服的時候，可以拍一點更大聲。
它这边特别的就是四周围就竹林环绕，是竹林，所以守护里面的宅院呐哈。尤其我们下午在水堆有煮过，透过大灶去烹煮那个糯米。各位去想象一下，现在里面也有大灶哦。这个赤竹林除了守护我们之外，一般的那个燃料也可以。我们都用防火器材做30几度。实际用传统的太祖条来煮东西，佮结合装条顺行的植物体貌，做出了本人体验。传统装条的强身困业，也是国内一道起落古迹保存社会。不要为了去拆这一栋建筑，或者为了修复去修复，修复完了它还是很呆化。如果这个过程是有体验，是有另外一个文化活动导入的话，我相信绝对会让我们在古迹修复或者文化资产的修复保存，会有另外一个价值导入。人就是蛮有人情味，不像一些都市人啊，就会这种冷冷的语言，然后冷冷的态度对待人们，就应该有一点热情，然后关怀。一道是参与体验的人，行卡喺水袋起落，做了突破都市计划的关键。水神堂喺都市计划或做计划套路，通过过后将坚定与长久。文化局则bắt đầu一做古迹的生意。不过水袋起落係先啲都市计划的寄託。最近傳統或作公營用地的保留，相對嘅就社會一道衝突，來近年來的危機。其實水堆在過往它的都市計劃跟瑞城堂是一模一樣，可是我們透過在地的力量發聲，然後依循現在的法規定，在公展的那個時候強力的發聲，說服大家。我覺得是另外一個圓滿，不是一個衝突。皇家很可惜的是，當時候他們沒有在公展期做這樣的動作，所以後來你要去變更，你要花費的那個代價就比較高。張秋天的阿母條有些的涼爽。參加水袋阿公婆節攀作發通的民眾，新冠頭實係少難，因為關係本邦嘅老莊頭有嘅人氣，保存也真有意義。無論水神堂亦係其他唔點樣嘅老屋，係講社會關係、社會人氣，總講會唔見脫。都市嘅規劃係講涵育產業區域，將會有新嘅單一嘅思考，就創造咧生產出一隻又一隻冇歷史文化嘅空殼嘅。